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Big Dog Channel。今日節目豐富，早上首先就帶咗 Taco 去游水。Taco 通常游完水都會好肚餓，要煮飯俾佢食。今日煮嘅係鱷魚肉大餐，仲有碗鱷魚湯。鱷魚肉湯都好易煮，首先準備一碗暖水，放兩粒湯粒落去，攪勻就可以啦。Taco 聞到都想試味啊！OK， Taco 食飽飽都已經唔想喐啦，加上天氣成30度，所以我哋下晝就唔帶 Taco 出街，俾佢留喺屋企嘆冷氣。下午接近黃昏嘅時間，我哋就去咗一個寵物市集，因為有一個全港首個寵物同美人魚嘅互動活動。今次冇帶 Taco 嚟，我哋 Taco 一家派咗一個真心中意美人魚嘅妹妹嚟睇表演。現場都有唔少狗主帶埋狗狗一齊嚟睇美人魚表演，美人魚表演真係好精彩。原來香港都有美人魚表演者，佢哋仲會代表香港參加世界唔同嘅美人魚比賽，佢哋有時仲會喺觀塘海濱練習㗎，大家要為香港美人魚加油！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條影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